新聞頭先來關心宜蘭東山鄉一大人家厝昨暗火燒，直直青烏煙，佮傳出有人受困。這消防隊是趕到現場來救出一個38歲查甫人，規身軀有45拍燒燙傷，是趕緊送病院去搶救。而且這火嘛，真緊就已經拍花，詳細火災原因也閣要等待調查。大火一直對內底傳出來，消防人員布水線搶救。宜蘭東山鄉城路一棟人家厝，21暗時9點多傳出火燒，消防局接到通報，出動第2大隊、幾啊隊分隊前往拍火。平常這邊是住誰啊？外傭。大火那就是一間有咧睡人的人家厝，平常時是有台灣人甲外國人士咧出入。厝邊講無清楚睡人的背景，現場傳出有人擱佇咧內底，消防人員趕緊衝入火場搶救。佇咧2樓找到一個38歲細齡的查甫人，規身軀有45拍2度燒燙傷，意識無清楚，趕緊送醫。他是隔壁到2樓去搶救，那不幸都是在這2樓後側受困，經由我們人員搜救，把他找到，然後送醫。因為這戶人家厝出入複雜，消防繼續搜救，加在真緊就確定講無其他的人擱佇咧內底。火燒到9點46分拍花，燒掉大約50平方米，詳細大火原因閣要調查。記者綜合報道。